喺紐約，個個都跑得好快，但你有冇諗過，點樣先算係成功？喺紐約，個個都跑得好快，但你有冇諗過，點樣先算係成功？以前，成功係一場加法，供完層樓，處份大錢，收下藍籌息。呢份擁有感就係佢哋嘅安全感。但而家後生仔追求減法，追求可以唔使做啲乜，唔使被層樓砸死，唔使坐 office。對佢哋嚟講，有得揀先係成功。嚟到2026，我哋要嘅係平衡，用前輩嘅穩健去守住資產，用新一代嘅心態去換取自由。你追求緊加法定減法？留言分享下。鍾意呢類內容記得 subscribe。